看前总统赖清德今仔公布头一波的内阁，行政院院长是前民进党的主席杜英泰，前文化部长郑丽君正做是副院长。赖清德是表示讲，未来新的团队会是一个 AI 行动内阁，会先来解决朝野有共识的议题哦。杜英泰嘛表示，新的团队未来会以诚意来沟通，人民优先。 520新内阁，前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由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担任新任的行政院长，为听取民意，回应民众的期待。秉持行动和创新的精神，能够形成行动创新 AI 内阁，听取民意，解决民梦，回应人民的期待。 杜英泰伊的副院长资料真丰富，在大选期间担任赖团队的总督导，也捌伫咧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时阵做秘书长，正得到伊的信任。伊那副行政院长是郑丽君，伊捌做过文化部长，大选期间是各政各部团的召集人，对政治环境正熟。秘书长受财经专业国发会主委方明兴接任，前台中市议员陈世凯将会担任发言人。 我们会坚持继续的打击黑金、枪、赌、诈这5项，诚意沟通，人民优先，这个理念跟做法，就是未来新团队最中心的思想。卓院长说你参与政策的规划。 如果能够一起来落实我想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他也打动我爱好自由的这个个性啊。我还有3个孩子在台中，当然这是我比较辛苦的部分，所以有跟太太讨论了一下。那卓院长也非常的体谅啦哈。伫国部会首长也传出，国防部长将会由国安会国立强接，内政部长是前立委老世芳出任，交通部长由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转任。 海委会主委关闭领导任，但是相关人士是也未公布。杜英泰表示已经启动定顺作业，因那维护部长加社会部长是不是留任，也引起大家注意。我不知道我现在一无所知。我的去留，那之前已经讲过了，是由长官决定。那目前还没有收到长官的决定哦。赖清德也期盼所有新的内阁要优先解决对国家有好处，而且朝野有共识的议题。 若是无好处又搁意见分歧的议题，应该先放下；对也未得到共识的重大议题，应该建立平台，听顺民众的意见，追求社会上大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